各位街坊、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可嘉媽媽。好多人都話賭博最容易令到一個家庭傾家蕩產，所以由細到大，屋企長輩都會教我哋千祈唔好沾上賭博。今日同大家講一樣嘢，佢比賭博更加可怕，更加隱蔽。全球足足有7億人已經不知不覺跌入呢個巨大嘅陷阱入邊。好多20幾歲嘅年輕人一開始只係想少少超前緊消費，買幾件靚衫啦，去幾次旅行啦，追求更加體面嘅生活，到最後泥足深陷，欠落一大筆嘅債務，冇力還錢嘅時候，最後埋單嘅就係父母畢生嘅血汗錢啦，辛辛苦苦積落嚟嘅血汗錢、養老錢，賭博輸錢，好快就會發覺。好多人仲可以及時抽身，但係呢一個陷阱就好似溫水煮青蛙，一啲一啲慢慢咁拖垮成個家庭。好多父母到最後一刻先至知自己一輩子嘅積蓄一夜之間就冇晒。今日我就用一個真實嘅故事同大家拆解呢個陷阱到底係點樣一步一步掏空父母嘅全部積蓄。阿明今年27歲，出嚟做嘢有4年啦，月薪唔算太高，得1萬出頭。出嚟打工之後呢，見身邊好多朋友用新款手機，着住名牌衫，不時去國外旅遊，佢心入面越嚟越羨慕。一開始佢只係用信用卡分期買一部新電話，每個月還幾百蚊，覺得完全冇壓力。後嚟慢慢開始買衫、食飯、去旅行，全部都用分期網上借貸，每一個 APP 都還，每個月只需要還1000幾百就可以即刻享受。阿明當時覺得自己遲早可以賺多啲，遲早可以還得清，完全冇將呢筆債擺喺心入邊。借嘅平台越嚟越多，欠嘅款越滾越大，由1萬變成5萬，再變成10幾萬，到頭來每個月還款金額已經超過佢每個月嘅人工。佢開始以貸養貸，用新嘅貸款去還舊嘅債務，利息同埋罰息不斷咁堆積。短短2年嘅時間，原本10幾萬嘅欠款變成30幾萬。終於有一日，所有平台一齊如期，催收電話日日夜夜打過嚟，打去公司，打去佢屋企，電話打到佢老豆手機度，年過60嘅老豆先至知自己個仔外面欠咗幾十萬嘅債務。兩老一輩子慳慳儉儉，做嘢做咗幾十年，先至存咗30幾萬。原本係留低自己退休養老嘅，萬一有病可以用嚟救命。爸爸媽媽心痛個仔，又怕佢會惹上官司，影響前途，唯有含住眼淚，將畢生嘅積蓄一次性取晒出嚟，幫佢清晒所有嘅債務。錢還完嘅一刻，兩老10幾年嘅血汗錢一瞬間就化為烏有。原本計劃退休之後周圍去旅下行，而家只可以繼續出去做散工啦，賺錢維持日常生活。一件事就改變咗成個家庭嘅晚年命運。好多街坊呢度會問，只係借錢使錢，點解會比賭博更加恐怖呢？第一，賭博人人都知道係壞事，係一個大坑。絕大部分嘅人一開始
就會有所戒備，唔會輕易去掂。但係超前消費、網上分期、廣告周圍都係包裝成好好享受生活，對自己好一啲。好多年輕人一開始完全冇覺得自己係跌落陷阱，只係覺得係提早享受，慢慢不知不覺越借越多。第二，賭博輸錢，輸一次就會好痛，好容易清醒過嚟，選擇停手。但係分期還款，每個月只需要還一細筆，痛感非常之細。好多人會自我安慰，冇事，下個月人工出咗嚟還得就掂。就咁樣一拖再拖，債務越滾越大，等到發現嘅時候呢，已經完全負擔唔起啦。第三，賭博輸錢，多數只係自己一個人承擔後果，但係呢一種超前消費嘅債務，最後絕大多數都會轉移到父母身上。好多年輕人還唔到錢，第一個諗法就係節省，努力打工還債，而係諗住屋企一定有人幫我埋單。父母心痛仔女，驚佢被起訴，驚佢前途盡毀，寧願犧牲自己晚年保障，掏空一輩子嘅積蓄去填呢個無底洞。就咁樣，上一代辛辛苦苦積落嚟嘅養老錢，就咁俾佢消耗乾淨。好多人唔明白一個道理，今日借落去嘅每一分錢，遲早都係要償還嘅。今日提早享受嘅奢華，遲早要用更加沉重嘅代價去還。同大家講清楚最容易踩坑嘅幾種情況。第一，盲目攀比，追求虛假嘅體面，見到網上其他人晒名牌、晒旅行、晒奢華啲生活，就覺得自己都要過咁樣嘅日子，唔理自己人工有幾多，硬係要透支金錢，維持一個光鮮嘅假象。第二種，覺得每個月還少少，完全係冇所謂，幾百蚊、1000幾百蚊月供，聽落好似唔多，但係10幾個平台一齊累積，就會變成大開支啦。第三，心存僥倖，以為遲早會發達，遲早可以一次性還晒啲債務。好多年輕人覺得自己未來一定會人工大漲，一定可以揾大錢，而家先使先算。命運唔會永遠眷顧每一個人，人工未必年年都會升，一旦遇到失業減薪，債務即刻就會爆發。呢度亦都要同各位做父母嘅長輩講一句，好多時候細路闖禍欠債，唔好第一時間就將自己所有積蓄拎出嚟，一次過幫佢還清。你一次過幫佢解決所有問題，佢永遠唔會明白賺錢嘅辛苦，好大機會會重蹈覆轍，再一次借錢消費，永遠用父母嘅血汗錢去填債，只會令到佢越踩越深㗎。如果做父母嘅知道啲仔女欠債，首先要冷靜落嚟，唔好一驚就即刻將畢生積蓄全部拎出嚟，同佢好好咁傾談，一齊制定還錢計劃，令到佢明白賺錢嘅辛苦，自己為自己嘅選擇負責。適當嘅幫忙可以，但唔好將自己全部嘅養老錢一次性投入去填呢個可能永遠填唔滿嘅大坑。最後同大家講幾句真心話，錢可以慢慢賺，青春可以慢慢規劃，千祈唔好為咗一時嘅虛榮心同埋快樂，透支自己嘅未來，最後仲要犧牲埋父母一輩子嘅血汗錢。希望每一位年輕人可以腳踏實地，量力而行，唔好跌入呢個比賭博更加隱蔽嘅陷阱。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記得
幫我轉發出去，警醒更多嘅年輕人。好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